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技术有新的进展，中兴大学和台中营总合作，研发出一种电子元件，只要一滴血做样本，2分钟内就会当检测你敢有阿兹海默症。台中营总是认为讲，未来这款设备呢，会当用伫咧偏向医疗和地方的卫生所，量早诊断、量早治疗。 甲一滴血样本滴伫咧一片甲随身碟白大的电子元件顶头，透过电脑分析，2分钟内就会当检测敢有得到阿兹海默症。国立中兴大学甲台中营总合作，以半导体摄刻的方式研发出会当检测血内底脑神经损伤分子、神经是200氢链浓度的电子元件，准确度有到8成，而且一片的成本只要200块。 传统目前大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MRI， 就是核磁共振的影像，然后 PET 是正子造影的影像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脊椎穿刺的脑脊髓液的取得，然后再去分析里面的蛋白。那我们是从周边血液去做重要的阿兹海默的蛋白检测，这样侵略性对于病人可接受度方面它就有差。 传统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方式，使用镜子做影扫描较济，一届费用要4万5。 阁有辐射线，也是侵入性药折烫器取得脑脊髓液，检测时间要2点钟以上。现代研发的电子元件，目前敢若甲台中营总零层合作，未来会当推广到偏向卫生所，通检测设备甲时间成本。那如果说可以在血液里面用这个任何的电子元件侦测等等啊，我相信在未来在地区的医院或者是在甚至卫生所，如果可以做这样的检测，有问题的病人再转到医院来做这进一步的检查，我想这个是未来应该是应用最好的一个区域啊。现代强调，阿兹海默症占失智症6-7成的病因，这个研究对脑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诊断有帮助，而且会当及时介入治疗。成果已经发表伫国际医学期刊，未来希望会当大量生产，甲电子元件成本降到100块左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